为了对外国人的观点、甲学生的创意来展现台南的多元风貌，记者会现场特别邀请来自日本、韩国、印尼、甲菲律宾等多国家学生来分享因对台南的印象，同时透过这摆成果影片、甲明信片的分享来传播，邀请国内外游客拢来参加台南4摆精彩活动。每个国家都有牛肉汤，但是台南的牛肉汤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们印尼我们习惯吃米饭，就是如果我们还没吃饭，就代表我们还没吃饱的。所以就是在这里，就是我喜欢吃牛肉汤跟肉炒饭一起吃是非常好吃的。开始每一位在台南生活的国际好友，拢当成为台南的宣传大使，去无同国家、无同年龄的族群来到台南认识台南。台南4摆，当然我们很欢迎很多国际友人来，但会希望说国际友人来不是只是吃吃喝喝逛逛买买就走，也希望能够留下很多在文化人情以及在未来的一些交流上能够带给我们正向的这个思考。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项呢双向互动就有赖于我们这些可以说城市大使这些外国的朋友。因此呢，我们特别举办了这个活动。那想不到反应非常非常热烈，有3000人光是这个明信片的制作就有3000人，1500组。那还有影片的制作也有相当多，可以看到我的背后很多得到金奖、银奖跟铜奖，还有许多佳作的朋友。因此呢，反应超乎我们预期。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